咁我哋嘅會所咧，大約4000尺度啦嚇。咁你見到我哋咧，將成個大自然咧，一個郊外咧嘅景色引咗入嚟呢個室內啦。咁咧就同埋用呢個露營咧作為一個主題。咁希望啲住戶咧可以足不出戶咧，都可以感受到呢個大自然嘅氣息啊！一入到嚟咧，就好似去 camping 咁樣啊，嗰種感覺。要將戶外元素引入室內，整體設計同埋佈局都要花啲功夫。設計心思喺會所門口，正對電梯大堂嘅位置已經可以揾得到。模仿蜂巢圖案，以一格格六角形拼砌咗一個座位空間。再行入啲就會去到會所露營主題嘅空間。鳥巢造型其實係一個鋼嘅結構，以木飾面模仿木材嚟配合設計主題。鳥巢上面嘅開口亦都同天花嘅水滴造型互相呼應，增加咗整體設計嘅趣味。喺主題空間入面，仲放置咗幾款唔同類型嘅帳幕。同樣刻意為咗配合露營主題而設計嘅，仲有呢一個空間。阿 Maya，其實呢間房都有大量嘅綠化設計啦，但其實佢嘅用途係啲乜嘢咧？其實呢個係個兒童房嚟嘅，咁我哋希望啲小朋友嚟到咧，去感受下去戶外 camping 嗰種樂趣啦。咁我哋特別咧做一個細啲一個嘅帳篷，啱啲小朋友咧入去感受下，可以喺裏邊捐嚟捐去啦。同埋我哋做咗嗰啲人造嘅草坯啦，擺咗好多玩具啊，同埋啲戶外嘅石頭啊，有啲木頭咧，都係希望佢哋感受下喺戶外玩嗰種樂趣嘅。兒童房刻意做咗升高地台同埋人造草皮，可以清晰劃分走廊同埋露營玩樂嘅空間。房入面嘅綠化設計同樣以假植物覆蓋牆身同埋天花，營造到好似被植物包圍嘅感覺。會所都設有閱讀區，為咗營造一個安靜嘅空間，唔同嘅座位除咗模仿帳幕嘅造型，俾人有被包圍嘅感覺之外，裡面都用咗隔音物料。如果追求更加安靜嘅空間，呢度都有照顧得到。零零舍舍有2個獨立空間，閂咗玻璃門之外，就唔怕俾人騷擾啦。緊接住閱讀區就係宴會廳，以大型玻璃趟門作為分隔。平台花園係會所唯一一個半戶外嘅空間，一邊以真假植物嚟呼應室內綠化設計，提供俾住戶休憩嘅地方。另一邊就可以俾住戶用嚟燒下嘢食，招呼朋友。露營對大家嚟講都係一項戶外活動。今次介紹嘅會所設計就打破咗呢一個框框，俾佢哋嘅住戶足不出戶都感覺到露營嘅氣氛。類似嘅玩味設計又會唔會成為未來嘅新趨勢呢？